各位兄弟平安。真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搁一届伫这真水的清早期，可以倒来到上帝面前。咱今日是少年妇女的主日吼，是以前咱有少年主日少年妇女看来讲有少年主日，阮嘛要一个少年妇女主日所以咱今日服侍是少年妇女来负责。我想咱伫遮特别感谢上帝恩典，就是伫咱文山教会，其实伊互咱的年龄层分布真平均。咱对年长的长辈、壮人也是少年人大家可能看捌伫台语堂看到少年人你若去花语堂看其实咱少年人普通是差不多拢50个、60个左右所以嘛真大一个族群所以真感谢上帝恩典连主日嘛要有人伫拍拼所以咱感谢主互咱教会一个成长真完整咱来开始咱今日敬拜，咱请牧师带咱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虽然外口有风雨，总是你保守阮有平安；外口有风台，总是你看顾阮的性命。阮恳求上帝继续保守阮，互阮伫你的恩典内面，阮继续伫你的厅堂内面，阮跑走伫头前的路站。只是叫阮自职伫圣殿，我们来学乐敬拜你。愿主你看顾阮每一个人，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甲你相拄，互阮伫今仔日礼拜中间得到满满的快乐。愿主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愿将今仔日阮的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亲身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日真欢喜来到上帝面前要来做礼拜但先咱来唱一条523，这首咱可能较无熟，咱加唱2遍伊若有人来甲听是，伊若有人来，上帝就拢知。伊若有人来甲听是，伊若有人来，上帝就伊若有人来，上帝就拢知。搁一遍伊若有人来甲听是，伊若有人来，上帝就拢知。我来看248首一代对来。
要受你的描所罪，珍贵眼光最亮微微，你的公义观念伟大，我要讲天后人拢知，因要保佑主你大有。就光你的尊重，你恩惠高怜悯，我快受起做爱无尽，是阮的一切受造。用心感谢，用嘴而落。最近有参加几场的演讲比赛，其中一个题目，我看去，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咱来教会看见牧师，看见传道，看见会友。但是你有看见上帝，所以我将这个破题甲当作用心看世界。你有你的心来看每一项的代志。比如讲，一个人对他经过，这久啊，伊是一个迷失的迄个长老教会的会友，看去就看去咧。另外一个呢，无共款，行过这时，哎呦，我已經10幾年唔捌來長老教會啊，我一定要擱倒轉來。這就是伊有看見上帝，伊有用心看世界，所以希望今仔日咱來教會做禮拜，會當用心看世界，和用咱的心靈來見上帝。今仔日咱的禮拜。一切榮光歸給上帝。最後，咱來唱95首，進入咱的禮拜。我心仰望心之寶貴。最後個唱一遍第一節。我心仰望心之寶貴，願要為主對我贖罪。我經歷我血。
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老在听候你，也要对你下所下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见有血气的，拢要就近你。罪恶较赢我，论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院内的，即互人有福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光照阮，互世间知你的道路，万国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请咱即时来吟圣诗，圣诗248首，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你名我要永远尊崇。主我上帝至权至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地去，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要请苏坤龙长老来带咱启应。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61篇。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启应文第61篇。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
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以上。这是要请张建团兄弟带咱来祈祷。是咱额头三角来祈祷。主爱的天父，阮众兄弟姊妹聚集伫遮，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到阮天父你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甲懊恼，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互阮日日伫你听的内面，赐阮丰盛教业的恩典。你的腿、你的拐固守阮，互阮有平安。阮感谢你，求主怜悯阮的软弱。伫济济日子，总是阮的心有要向你所欢喜的路来跑走，却是阮常常互世界牵赢。求主赦免阮，求主帮助阮。有时阮的心失迷伫这世界，主啊，赦免阮的辜负。求主引带阮倒转到你的调内，你听阮，你的车疫、病痛、瘟疫，或是灾难。拢是要叫阮醒悟、趴远的心来归伫你。主啊，阮是你调来的羊，却认袂出你的声。求主赐阮真智慧，剔开阮的目睭，互阮看明白你一切话，知你一切旨意。行伫你所欢喜的路，求圣神常常甲阮同在，使阮教业的溃烂。我要倚靠你，伫你内面，甲主你相结连。因为主你已经赢过世界，有主你同在，阮爱勇敢壮大，做一个得胜的基督精兵。主啊，愿你的国、你的义临到。你的旨意得成，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所以去要请廖秀兰长老带咱来看上帝的话。请咱大家注心来听主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咱要对22节读到32节。若是老爸对伊遐个萝卜讲，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搁甲伊挂手指。煞甲伊穿鞋，也空迄只肥的牛仔来抬，咱食来欢喜。因为我即个囝死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因就三甲欢喜。25节，迄时伊的大囝伫园里，倒来要到厝，听见作乐甲跳舞的声，就叫一切萝卜来，问伊伫啥代。伊甲伊讲：恁小弟来啦，恁老爸因为得着伊好好倒来，所以抬迄只肥的牛仔。大囝受气，毋入去，伊的老爸出来劝伊。伊应伊的老爸讲：你看，我服侍你遐侪年，拢袂捌违背你的命令，你也袂捌互我一只羊仔囝，通甲我的朋友三甲欢喜。总是你即个囝交杯充饥，一针破坏你的业，一个倒来。你就为着伊抬肥的牛仔，老爸就甲伊讲：囝，你常常甲我伫地，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若是你即个小弟死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咱应该着欢喜快乐。以上。这是要请少年团契甲妇女团契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圣诗586首，既若有人互罪苦楚。
请你咱的传道师，你好传道师来讲道，特别是互即个宴席继续落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是上年妇女的主日，咱伫讲道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你赏赐互阮一阵充满快乐、充满信仰的模范的一阵上年甲妇女，求你来帮助因，伫因的生命中间，超找看见你所放伫因心内宝贝，直到因看见你所为因所插迄个好的标，因着努力、充满愿望、充满喜乐来跑走。嘛，来祝福因的身体、身心灵，拢有你的看顾甲保守。嘛，看顾保守，今仔日阮所有的讲道甲信息，互听的甲讲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今仔日咱要开始进入到主祷文的主题的讲道的第3讲。即礼拜咱要来讲的是。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对我来讲，即个讲道真重要，因为我袂牵得枵，所以我想吼，对我来讲，我来甲恁分享即篇讲道，嘛是真有见证。恁看我的身材就知影。既然上帝有即款的应允，咱要怎样来祈求？也是讲对咱来讲，历史的需要到底是啥物？我想要继续延续进前主祷文第1讲的时阵，咱有讲到讲，咱的阿爸爸上帝对毋对？伫迄第1讲，我的故事嘛是用路加福音15章即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今仔日，当咱来看即个经文的时阵，咱看到前半段的即个故事，伊咧讲的是啥物？15章即个前半段，伊讲的是。即个浪子已经回来到厝内底啊，然后伊的老爸欢欢喜喜走出去，甲揽咧，然后安怎？然后恢复伊的身份，摕好的手指来甲挂起来，代表的是啥物？要恢复伊真做即个后生的一个身份。佮替伊穿一个好的衫，甚至佮互穿好的鞋仔，会当互伊有分别做性的即个能力。这位慈悲疼痛的老爸，伊透过伊的恩典，毋若是补足迄个细囝伊日式的需要，更加是安怎恢复伊身份尊贵荣耀的即款的身份。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当咱继续甲这个故事看落去到今仔日经文的时阵，阁有一个囝伫外口流浪，迄个囝是啥？就是今仔日故事内底讲的迄个大汉囝，伊气噗噗，甲伊老爸讲：我服侍你遮久，我服侍你遮久。伫原文内底写的是啥物？伊迄个服侍，伫咧原文内底阁有讲到是奴仆的意思。所以伊讲：我做你的奴仆遮久啊，你连一只羊仔囝拢无互我甲我朋友欢喜。结果迄个了尾仔囝转来的时阵，你就安怎？你着互伊肥的羊仔囝。有感觉真好食无？我嘛感觉真好食。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竟然出现这个画面。迄位大汉囝，伊明明是一个后生，伊是这个老爸的后生，是一个囝。但是伊煞家己活甲亲像是一个奴仆共款安怎苦毒怨叹。伊生活伫咧稳定甲疼内底，总是伊感受的只有劳苦重担。这个故事互咱看见的是，老爸是一个丰盛有慈悲疼痛的老爸，总是一个囡仔，伊是错误的要求；另外一个囡仔是安怎，毋知影要要求，直到因两个拢无法度伫这个厝内底享受到这个天父上帝的喜乐甲关系。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讲，既然耶稣教导咱，要甲阿爸爸上帝安尼祈祷，咱就需要来了解，咱会当安怎大胆的来祈求，而且咱嘛爱来学习正确的一个祈祷。
所以伫耶稣侪侪的比喻内底，宴舍嘛时常成做伊分享的题目。因为迄当时迄个时代，宴舍代表的是啥物？是族群的认同，是合一、同心合一的关系。所以耶稣嘛伫伊的比喻内底，将即个宴舍比喻成做是伫地上的团契的关系。甚至到最后，伊阁表达的是一个上帝国临在的一种的模样。所以宴舍毋但是上帝国属灵关系的临在，阁有补足人逐项需要的功能。也因为安尼，马丁路德伊嘛认为，阮的历史今仔日想述互阮即段的祈祷。当咱每一个信徒用即段祈祷来向阿爸爸上帝祈祷的时阵，就表明咱生命、灵魂体一切的需要，拢伫即段应允中间，会使来得到上帝的补助。所以，但是伊伫即个论述的后壁，伊阁讲一句，伊讲：但是上帝的囝儿上亲的需要，应该拢是追求上帝的话语。所以，咱要进入到即场上帝国的宴舍进前，咱必须爱来啥物？超出上帝国的临在，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若是安尼，上帝的国是谁的国？那当然是上帝的嘛，对不对？上帝是啥呢？是啥物人呢？伊的名佫是啥物呢？对安尼想转去，咱敢会发现讲，咱敢有安尼就明白讲，为虾米伫咧历史的需要顶面有三个愿？即三个愿就是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能教，愿你的旨得成。然后才是啥物？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当咱安尼照即个逻辑想转去的时阵，咱安尼敢有了解讲为虾米头前爱先求即三个愿？伫即三个愿，咱就会当来了解天父上帝的性情，就是伊的心意是啥物。咱的祈祷就会哪来哪亲近上帝的心，哪来哪正确。也因为哪来哪正确，咱的祈祷就哪来哪有功效甲果效。重点，重点就是，咱嘛愈来愈敢即个上帝来祈祷，因为啥物？伊是咱的阿爸爸上帝。各位兄弟姊妹，恁敢有准备好要进入到即个上帝国宴舍吗？敢有准备好啊？当咱看耶稣伫咧即个在世即个一生，敢有所有的人拢介意？无吼。敢有所有的人拢欢迎伊？嘛无。当咱看到路加福音第7章34节的时阵，耶稣伫遮家己讲：人主来也正也啉。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抽象的甲歹人的朋友。耶稣家己讲，遐个法利赛人甲文士，拢讲伊是一个啥物贪食好酒的人。为虾米伊会安尼讲耶稣呢？即个原因出伫咧《申命记》21章，伊有讲到讲，即21章有讲到讲，人若有一个悖逆的囝的时阵，警告伊几啊届，劝勉伊几啊届，伊拢无要听，安尼要安怎？要甲拖去城门口，去城门口找迄个长老，甲迄个长老讲啥物？哦，这是阮兜迄个悖逆的囡仔，安那教拢无效，懒散开钱，贪食好酒。吼，讲到点啊，贪食好酒，然后众人评判了后，就摕石头甲即个悖逆的囝拍死。迄时遐个法利赛人甲文士，因就是认为耶稣时常甲遐三教九流的人做伙食饭，做伙同坐桌，甚至耶稣伫咧进食的时阵，嘛照常咧食物件。所以因看即个耶稣安怎，诚做迄个悖逆的囝，因想要将伊来杀死。但是耶稣伊嘛回应讲啥物？伫即个进食日的时阵，当新郎搁伫的时阵，咱就欢喜快乐来庆祝。总是遐个法利赛人甲文士，因无明白其中的即个比喻是啥物意思。总是真特别是耶稣伊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伊嘛是搁伫路加福音15章来提起宴舍的故事。伫即个耶稣甲罪人同坐宴舍的即个故事，就是今仔日的背景，就是讲
今仔即个圣经的背景，就是当耶稣甲一寡的法利赛人认为是犯罪的人咧同坐道的时阵，即法利赛人甲文士搁伫边仔讲：你看，即个啦，搁伫遐咧甲遐个无好的人做伙食饭啊！所以耶稣知影因的想法，因讨论，所以就伫15章嘛用印象来甲因分享，到底天国的印象是啥物？所以，当咱咧看即个上帝国印象的时，对耶稣来讲，伊甲遮的罪人同坐道，并毋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伊更加毋是一个悖逆的囝。伊煞是要为着来完成天父上帝所交托的一个事工的乖囝，而且伫故事中间，耶稣并毋是迄个悖逆的囝，甚至咱会当讲，耶稣就是迄个印象的主人。反倒是遮法利赛人甲文士，因诚做伫即个耶稣的比喻的故事内底，迄个大汉囝。当迄位疼咱的阿爸爸上帝，当即个故事内底，即位阿爸爸上，即个老爸歹势，当迄位疼的老爸去到门骹口去关心迄个大囝的时阵，这嘛是耶稣对伫法利赛人甲文士所发出的一个亲亲的邀请。伊讲啥物？伊要我咧想象耶稣应该是想要甲法利赛人咧讲，我亲爱的囝，我爱恁，我嘛敬选恁，总是恁为虾米要怨妒遐个人咧？恁敢毋知影我的恩典是赢过公义的吗？来吧，来，互阮即场宴席结束吧。你来到咱的厝，互即场宴席结束吧。我想。这就是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耶稣伊嘛咧亲身透过即个比喻来邀请即个伫外口门外上去的大汉囝，互即场宴席结束吧。咱敢知影即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局是啥物？大汉囝敢有入去到迄个厝来做伙欢喜？敢有？无啥吼。所以咱嘛毋知影迄个大汉囝。最后，敢有互即场宴席继续欢喜落去？也是讲大汉囝成做另外一个流浪的囝。耶稣伫即世间的时间有侪，伫即中间内底，伊用咱来显明上帝拯救伊百姓的一个行动。所以透过耶稣有形的即个工作，满足侪人的需要，生命真实的需要，无论是互丧乡的得到满足。也是讲破病得到医治，软弱的得到恢复，这拢是伊伫即个生活中间，伊互遮个人真实满足因生命的需要，互咱会当相信上帝是愿意意爱满足众人日常的需要的阿爸爸。耶稣伊嘛透过伊所行一切的事工，拢是为着要显明上帝的拯救的计划，就是上帝国的百姓。拢会当做伙进入到即场弥赛亚的宴席内底，甲主同坐道。所以，当咱今仔日来看即则经文的时阵，佮结合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咱就会当透过耶稣的比喻甲教导，看见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圣餐，第二个是上帝国展示的祈祷，第三是日常的需要。当咱进入第一段圣餐，当咱看见进入宴席甲主同坐道，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圣餐。所以马丁路德伊讲，主的祈祷文的第4段，就是今仔日这个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这段吼，嘛是今仔日的主题，伊就是要伊讲吼，这个祈祷应该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上帝的囝儿，拢应该透过这段祈祷来做伙来思想圣餐的意义。耶稣透过主祷文的祈祷，互咱看见伊所要成就的所有的工作。耶稣透过这个圣餐，互咱做伙来体验伊的生命，体验伊的疼。也因为安尼，这份疼甲生命嘛同齐分享互甲伊同齐道的咱每一个人，这就是圣餐的意义。所以，当咱咧领受这个饼甲杯的时阵，就经历着上帝圣神的工作，
互圣餐真做养饲咱性命真实的需要的美娘。也因为安尼，咱的需要，上帝嘛透过伊奇妙的大权能来替咱来成就。所以无论是咱性命迄乱七八糟的问题，也是大大细细的心思意念，咱拢会当带到上帝的面头前，因为咱的阿爸爸上帝，伊毋若是要补足咱物质上的需要尔，甚至是心内所受的伤害、心中的怨恨、惊吓、软弱、欠缺，甚至是无疼家己的心，拢包含伫即个应允内底。上帝拢要透过咱的祈求来加添予咱。所以团队嘛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即个福分有好无？即就点头者嘛，即个福分有好无？有吼。即个福分实在是真美好。若是咱亲像伫即个世界，佮找无到家己生命的即个归属感，甚至是讲找无到家己的身份是啥物的时阵，团队要来甲恁分享，恁会使真做上帝的囝儿，恁会使回来到上帝的厝内底，享受即款的稳定甲疼痛。上帝伊意爱要褪去你的惊吓，褪去你的见笑，要重新恢复恁的身份。迄个身份就是尊贵荣耀，属伫伊囝儿的身份。这是伊对咱的应允。所以，若是咱在座的中间，若有还未洗礼的兄弟姊妹，欢迎来报名洗礼班。这是会当互伫12月，阁有一个洗礼的机会。所以，恁若有愿意，真正的鼓励，阁邀请恁去到去楼骹等下，毋是即马哦，莫急哦。等下去楼骹找干事来摕洗礼的报名单，恁就会当进入到上帝的疼痛内底，享受即款丰盛的一个身份。第二点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上帝赞赐的祈祷。当咱真做上帝的囝儿，就代表讲咱有尊贵、有荣耀的身份。即个身份嘛，真做一个责任，就是亲像约翰福音5章19节讲的。囝若毋是看见爸行的，就家己袂行啥物。因为囝若爸所行的，行也照安尼行；囝也照安尼行。也就是讲，咱明白着阿爸爸上帝的即个性情，所以咱会做出合上帝心意的祈求。即款的祈求，毋若只是为着家己求尔。咱无过是为着家己的车位啦，找无车位咧祈祷。我常常做即种的祈祷，主啊，赏赐我一个车位啊！也是讲为了好的天气来祈祷，我想文山人应该常常做即种的祈祷啦吼。也是讲为着咱的成绩，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伫即场宴席内底，咱嘛同齐为着遐生命幽怨丧丧、幽怨欠缺、软弱的人来献上祈祷。伫咱咧享受即个宴席的同时，嘛爱来纪念遐幽怨夭折的人，因为因嘛是咱需要来邀请进入宴席的对象。所以，若是咱有洗礼，会当领受圣餐的兄弟姊妹，团队嘛要伫即中间邀请恁，伫圣餐的时阵，会当将咱的需要带来到上帝的面头前。总是咱嘛会当来思想，伫咱的身躯边，敢有啥物款的人，咱知影伊是有需要的。伫咱的身躯边，敢有一寡的人，伊生命幽怨欠缺、幽怨夭折的。咱透过伫咧圣餐，也是讲咱咧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的同时，咱就将即个人嘛同甲咱做伙同齐带入去即个祈祷内底，就是将因带入到即个宴席内底，做伙来享受主的稳定甲疼。所以，当咱透过咧圣餐的过程嘛好，也是讲伫咧主的祈祷文的中间嘛好，咱嘛会当来思想，伫咱的身躯边敢有即款的人，一解一个就好。咱将伊嘛做伙带入到即个宴席内底，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我相信上帝，伊是欢喜看到咱做伙来邀请侪侪的人进入到即个宴席内底。伊并无愿意看到咱是迄个气噗噗徛伫外口，无想要邀请别人，甚至是怨妒别人的即个大汉囝。
第三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日式的需要。伫咧前言谈到头前讲的迄两个囝，一个囝安怎乌白球对毋对？就是懒散球，毋知另外一个是毋知影要安怎球。对咱每一位基督徒敢有即款的困扰？即个困扰就是到底啥物会当求？到底啥物是懒散咧求？到底啥物是日式的需要？敢有即款的问题？我真正是一个厨师啊吼，所以我就用大家用即个，我毋知影大家即个比如大家敢听有，毋过我咧写即张讲道边的时阵，我当时嘛咧控汤啦吼，所以吼，我就想，对呢，安尼会当用即个来比如，所以咱听看卖啊呢，就是吼，大家敢有控过即个高汤？敢有控过汤？有啦吼，拄啊开始咧控的时阵，迄个电管敢会铺一寡泡，会啦吼，迄个泡是啥物？大家敢知影？类似迄种血水啦，是啥物的？其实吼，我后来嘛去查，伊讲的是讲吼，当遮个骨头大骨内底吼有一寡蛋白质，当着烧就会变质，变质就会转化成做即种的泡安尼，吼，即个泡吼铺伫顶面，就亲像咱平常时的烦恼，也是讲咱的希望、咱的欠缺、咱的悲伤、咱的情绪、咱的欲望、等等遮的意念甲情绪啦吼。所以，当咱伫咧水深火热的即个生活内底的时阵，真直接拢会安怎产生出遮的安怎意念，咱拢安怎真直接就安怎将即个意念带到上帝面前。主啊，我真正足艰苦的啦！主啊，我真正足生气的啦！迄人安怎对待我啦？也是讲主啊，我真正足欠缺，我叫要咬死啊！就是咱足紧的，就甲所有心思意念的需要，直接就拢弹起安尼。侪时阵是咱拢还袂思考清楚，咱就先祈求啊。总是透过主的祈祷文来祈祷，就亲像迄个控汤的时阵吼。若恁无想要，来我们问遮的妈妈吼，若迄个控汤啊，恁无想要有泡要安怎？爱撒过对毋对？好，所以即个爱撒过，先甲迄个骨头大骨吼先撒过，然后洗好清气，然后等入去一个新的水内底控汤。安尼汤就安怎清，安尼好啉，连讲较控互恁啉。即个主的祈祷文吼，就是亲像即个控汤，咱先撒过安尼啦。就是讲主的祈祷文会当先帮咱的心思意念先安怎撒过一届，吼，就是讲会当帮助咱咧祈祷的时阵，会当进入更加深入的迄个正确的祈祷内底。也就是讲，主的祈祷文帮助咱对表面的即个需要。带领咱去默想、去思想，咱生命真实的需要到底是啥物啊？比如讲，咱若一直为着经济要来祈祷，上帝无一定会直接来赏赐金钱互咱。可能上帝会安怎？透过伫咧祈祷的中间，透过圣神的启示，也是讲提醒，互咱知影对呢。可能拢是因为我学袂开钱。也是讲我可能伫咧管理钱财顶面，我需要有啥物调整的部分，所以上帝可能要调整的，要帮助呢。透过这个祈祷，毋是直接赏赐互咱一个物件，而是要改变咱的一寡态度，甲一寡价值观，甚至是讲伫咧祈祷的中间，当咱用上帝国的这个赞助来祈祷的时阵，咱会发现讲，金钱嘛会当使用伫上帝的事工内底。可能伫圣神咧祈祷，咱咧祈祷的时阵，圣神就提醒咱讲，某咪人有迄个需要，某咪事工有迄个需要，某咪单位需要你的奉献，甚至是讲，即个金钱你会当使用是对一个对的所在来使用。所以主祷文就是帮助咱会当将咱的欲望、情绪、需要，重新伫头壳内底整理又清楚。然后重新来阿爸的上帝来祈祷，祈祷帮助咱会当重新透过家己的需要甲欲望，会当来反省家己的内心。你为虾米要求这个？你为虾米想要上帝替你成就这个？这个背后，你真正的需要是啥物？你真实的欠缺是啥物？当咱咧祈祷，透过咧祈祷这个物件的时阵，咱透过祈祷文搁想一个。特别是迄3个愿，搁想一个时阵，
你安尼回推回去，你会想讲，对呢，我为什么要求这个？我求这个的原因是啥物？这才是上帝真实要互咱透过祈祷，会当来默想，来改变咱心思意念，改变咱整个的人的生命的一个方式。所以透过主祷文前3个愿，会当帮助咱更加知影家己的身份，佮有祈祷的对象。这就是帮助咱会当正确大胆的祈求，然后祈祷。所以结论来讲，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宴谢，毋那是为着即个龙主来办的，是为着遐所有既若是属伫上帝的囝儿所举办的。耶稣法利赛人甲文士表明的就是伊家己就是迄个新郎，伊家己就是迄个宴谢的主人。这也是对因生命的一个邀请，就是法利赛人甲文士，因明明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总是因将家己活甲亲像是奴仆，只会要守主人所流传的律法，以为安尼就是乖囝。上可惜的就是因毋知影家己有迄个求的权利，也因为安尼，耶稣要因来显现的是一个稳定甲疼。这才是真做上帝的囝儿的一个特权，也就是因原本应该爱得到这个身份。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若是咱信主久，可能因为乌白球啦、懒散球，也是讲抵到咱对祈祷有失去信心。今仔日透过主的祈祷文，会前3个愿，帮助咱重新来对焦咱甲阿爸爸上帝的关系。重新厘清咱生命真正的需要是啥物，直到咱会当真实伫咱的生活中间体验到，上帝伊会为咱的生活来负责任，上帝会为咱的生活来负责任，上帝会为咱的日常的需要来负责任。所以，真做伊的囝儿，咱需要安那？只需要安那？咱只需要注目看上帝，注目追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会当成就伫咱的生活中间就好，因为其他的伊会替咱来陪伴。这就是我最近的体会。当我最近当咧为着一寡代志来向上帝来祈祷，甚至伫我咧写这张讲道片的时阵，我嘛感觉哪些安那向上帝来找答案。因为我咧祈祷的代志，到现在伊拢无为我来成，到我咧写这张讲道片的时阵，伊拢还袂来为我来成就。甚至我咧写这张今仔要甲大家分享这张讲道片，是我这礼拜写的第2篇。因为第1篇我写的了，我一直碰壁，我一直毋知，因为我家己嘛咧向上帝来敲找这个答案。但是当我无法度找到答案的时阵，我无法度写一篇我感觉会当甲大家分享的讲道片。所以到拜四的时阵，我其实已经写了差不多啊，结果看一遍了，讲惨，这我连我家己可能嘛听袂落去。所以我拜四算啦，我停写。迄个停写的过程中间，我重新安静心甲上帝祈祷。我甲讲，我的祈祷你无回应我，我安尼要安怎甲大家讲要安怎祈祷？然后伫这个祈祷的中间，上帝甲我分享的是，上帝互我知影的是，我祈祷的代志无成就，是因为伊想要陪伴我做伙经历这段过程。伫我生命的困境中间，伊无想要我遇到问题，伊就马上帮我解决。因为安尼，我袂晓伫中间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上帝伊爱我专心伫这段中间来体会，伊是怎样伫我身躯边陪伴我行过这个艰难的过程。伊认为对伊来讲，伊较珍惜、较重要的是，伊希望陪伴我做伙行过这个路程。并不是直接替我完成我所祈祷的迄个需要。对我来讲，当我听到这个回应的时阵，我就知影要安怎甲大家分享啊。就是对我来讲，这就是上帝上真实的回应。有时阵咱的祈祷无得到上帝的成就，安尼然后咱要怎样做？咱会当进入到这个困境内底来看，好，上帝你无成就是因为你要我怎样伫这中间体会啥物？我知影你要陪伴我做伙行，安尼我有平安。因为毋是我一个人伫咧面对这个困境，是你陪伴我做伙面对这个困境。然后你要我学习啥物？你要我看见啥物？所以我的祈祷就无搁为着这项事咧祈祷啊。
我的祈祷是讲，主，你要互我伫即中间学习啥物，看见啥物，你互我知影你陪伴我，安尼就有够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对上帝的心意实在是真恶的了解，甚至是讲哦，你哪会遮残忍啊？总是当咱清楚知影家己的身份时阵，咱就会当放心，随在伊来处理，因为这就是咱对伫阿爸爸上帝伊的性情的一种确信。咱会当来相信讲，伊决断要陪伴阮行生命的关山甲地旷野。所以最后想要邀请大家，伫咧结束这个讲道结束的进前，咱做伙来读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2节，我们用华语读就可以了。请，所以你们不要挂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这些事烦恼。这些事是世上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你们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他就会把一切都供给给你们。你们这小小的一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亲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12章29到32节，咱做伙阿头来祈祷。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实在听阮，感谢你应允要成做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应允阮的日实的需要，你拢要赏赐互阮。阮的心思意念，阮的欲望，阮的情绪，你完全拢知影。当我带到你的面前的时阵，求你来帮助阮，透过圣神的启示，互阮会当知影阮到底所求的是啥物，互阮知影阮生命真实的欠缺是啥物。互阮伫咧祈祷的过程中间，真实透过你的同在来满足阮生命真实的需要。阮无搁要懒散黑白来你来祈祷。当阮知影阮的身份，当阮知影阮的向来祈祷的时阵，阮就知影要怎样来阮的阿爸爸上帝祈祷。求上帝，当阮每一摆来你祈祷的时阵，你就差遣侪侪的天使。找起你的圣神来满足阮的需要，来陪伴阮的需要。阮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性命，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身带领阮行过每一日，拢是充满祝福、充满喜乐的每一日。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同齐过来吟圣诗，圣诗523首，既若有人爱，既若有人爱，甲疼心；既若有人爱，上帝就同在。请咱起立，这首歌是爱反复吼。请坐，这是请咱备万心来奉献。
请坐。这是要报告，我们请圣乡陈圣乡长老。这是要来报告，未报告大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耶稣，咱读2遍吼。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碎焦。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碎焦。约翰福音6章35节。下周圣工的分担，领唱是蔡杰凡老师，主礼是周益成长老、吕琴、吕文梅姊妹，献诗是圣歌队，主献林中和长老执事甲张景伦执事，招待是林中和执事甲中信陈淑建姊妹，林控、陈佑珍甲周宏邦兄弟。周间的聚会，咱看，拜三查经的祈祷会主理是李传道师，聚会是陈景照执事，经文出来日记第24章吼，咱来参加。后礼拜第2礼拜，主理是柯牧师，经文甲题目是向有力，其他咱家己来看先来准备哈。咱先到第6页，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是上联妇女的主日，所以本主日礼拜由上联团契甲妇女团契来服侍，请兄姐为阮这年长的长辈，心灵的健康甲服侍，愿心代祷。第二，儿童自治会的报告，自治会最近的手作班是拢伫礼拜日的11点到12点。因为近来这个小朋友参加的人真济啦所以有需要当来征求新的这个手作班的陪伴的老师啦邀请咱。第2礼拜结束，咱的会友同齐来陪伴咱的囡仔来陪伴囡仔做手作班这期是有两个月啦9月甲明年的1月2个月需要安排陪伴的老师来轮值然后意向要参加的，请主要校长。印如长老来甲伊讲来安排第三，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甲礼拜组开会的通知啦伫本日主日12点半伫第1楼要召开第4次的筹备会议，甲圣诞节一般会议结束，筹备会议结束了后。礼拜组有要开会，要参加这会议，咱有准备中昼顿会当伫遮用餐。第四，洗礼前信仰课程的通知，伫今仔日主日下晡1点到2点半伫1楼的大会议室遐。
诶上课吼，啊，会参加的人来注意来参加。第五，圣礼典下主日就是10月16礼拜举行圣礼典，啊，迄天圣礼典的圣餐奉献是为着北里乐山疗养院来奉献，请咱兄弟备办心。第六项，要颁发敬老的礼金，2024年的敬老礼金，赠送的时间是，以前拢是伫圣诞节吼，咱今年开始吼，要改伫这个重阳节啦，就是下主日礼拜的时间吼。第七项，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伫本下主日后礼拜10月76，中午12点半伫大会议室召开会议，请教育团队所准备备班来参与。第八，2024年曙光研讨会资料备班，请各团体开始有备2024年曙光研讨会文字报告甲 PPT 的资料，准备好交互干事来会诊吼。缴交截止的时间是10月23号，10月23是拜3吼，10月23截止日期吼。第九项团契同工的改选吼，请各团契同工伫本月10月15进前来改选同工，改选了后，将名单交干事来刊登伫周报。妇女团契11月10月7日吼要改选啦吼，少年团契10月13拜2甲一个拜2一个拜4吼，改选会长吼，再来注意啊。第10，恭喜朱心怡执事9月20生一个查某囝，所以母女均安。恭喜恩硕甲心怡执事，即马有一男一女了哈，是管束祝福因吼。11，上读圣经的活动，教会伫10月27礼拜日吼，下午1点到3点，伫这个礼拜堂要举办上读圣经活动，对9月7日就开始报名吼，到10月7日后礼拜日截止吼。邀请各位兄弟组队来参加，详细看公布栏。报名请张义如技术来报名。12，圣光事奉表下一季10月到12月，圣光事奉表已经安排好，有印出来纸本伫柜台吼，有需要咱来去使用吼。有报告者。咱要看10月份生日的兄弟，咱在场的咱在场的10月份生日的兄弟，请你起立，要为你唱歌，要为你祝福。来10月份的，咱这边唱歌对这边足几落个哦。嘿，头前有无？有。圣男，坐伫倒。坐伫遮。好，来，咱为因唱2遍吼，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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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咱为因来做祝福的祈祷。主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互10月份生日的兄姐伫阮的中间。主过去的日子，你恩待看顾因，赏赐因最多的福气，甲最多的恩典。这时刻，愿你继续保守因未来的路站，每一天拢领受你同在的平安，赐予因有教育的恩典，互因伫每一天拢享受主你的疼痛。愿为因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甲因讲生日快乐，请坐。咱今仔日有新的朋友来吼，请咱来介绍。大家平安。嘿，今仔日咱有一位新的朋友吼，伊是对台中大屯长老教会来的，他叫董佑成。我请你去一定后壁这后壁嘿，伊是因为伊伫来台北有代志啊，所以今仔日就来阮遮附近来聚会安尼，欢迎你来。大家好，我对台中大屯教会来，我来遮来行啊顺线，来遮向文山教会大家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关哥甲大家会友请安。欢迎你若有过来，赶快过来阮文山教会吼。好，这是咱要来七弟平安礼。由原徛咧，咱过来吟一首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今时煞要请牧师祝祷。Alleluia.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安慰，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